宜兰太平山有全台湾侵法，珍贵嘅水饺站呢。其实太平山阳春白呢，也是台湾有名嘅生态林场之一的。因为产量清大，带动蔬菜13天劳动各种行业被兴盛，劳动还变做台湾主要嘅新农区市场，咪系南洋地区嘅商业重镇。民国78年过后，政府禁止多数嘅太平山林场转变做国家森林游乐区，头摆嘅蔬菜13天也规划做劳动林业文化园区。整修过后，重现太平山林场同劳动镇发展林业嘅辉煌历史。河南过去劳动林业文化园区都系啲嘅上环境资源较好嘅小朋友，就算呢條案例，小朋友還係齊心合力種地煮菜，河流馬路嘅還係認真一次，種松種樹嘅工人愛種樹嘅有幾辛苦誒。很累，很累，因为要用力来拉。你们两个怎么推？我是用拉的，我用推的。集结了我们的景观、生态、教育、艺文，还有休憩，多功能的一个地方啊，把森林文化让民众了解，林业历史让民众了解。台灣送去勞動嘅蔬菜都係對太平山林場最下來嘅，在蔬菜園5分內，第三下度萬法嘅補查路況來來去去。不過民國78年政府禁止讀書嘅過後，太平山就看唔到安尼嘅情形。同到嘅風雨強勁嘅衛生業，勞動林幹處爭係一部分嘅補查路。民國80年前嘅咧，太平山嘅小補查重新行駛嘅，只不過全長2.5公里，他用20分鐘天天，唔係去做蔬菜，係做啲遊客去做生態旅遊。一開始錯而且爬到蛇屙錯嘅咁呢，無咩人發現到唔係，無咩是錯兩個當好，看到你係樹哈，當漿，當點係當舊嘅樹安樣樣嘿。沿途可以看到我們的檜木林、扁柏林，還有柳杉林，那也可以看到我們整個太平山莊的全景，非常的漂亮，是遊樂區的一個非常著名的一個景點，也是我們的特色。太平山得到露天宮嘅福音，自然生態動豐富，就連溫泉美如加風熱，經常又看得到大嘅溫泉水，無流亡名媛欲感先碳酸溫泉，將一個人當送上去洗溫泉。去用剪田銀行大家拿定藍嘅，同滿嘅高溫滾碌碌嘅嘢溫泉煮暖醋，體驗煮溫泉卵同包熟嘅滋味。我們有拿那個少女蛋來這邊煮，煮得很好吃，因為控制的8分鐘，那個裡面那個剛剛好，很好吃。太雅聰人同太平山合作面諾，意思係講蘇拿點嘅嘢蔬菜，開拍到500到6000公尺當中，唔但將蘇維上來當幫上，還接送看得到山氣味強嘅一條動物。太平山在建造山下遊樂園區過後，園區嘅鋪頭同景觀平台都用搭到個個，我就用樹標嘅路來整理建設，來保護南岳同從台線內一條出發。唔但將我維護太平山嘅資源、歷史同文化資產，進一步讓民眾以後從事保育嘅觀念，我哋太自然嘅生命就會長長久久。